元朗好多米其林推薦嘅餐廳，但係呢一間係本地人先會知道嘅。哇！賣館撞到食神添啊！大榮華酒樓創立於1950年，目前咧係由香港食神梁文韜主理㗎。本地阿公阿婆好中意喺呢度邊睇報紙邊嘆茶，一盅兩件開啟美麗嘅一天啊！嚟到大榮華飲茶，我點到一堆已經喺江湖失傳咗嘅點心，包你喺大陸冇食過。白花羊北菇啦，雞球大包啦，牛奶白粥、燒肉卷、惠川鹹茶果、鮮蝦芋頭角，仲有呢個鴨腳胗，哇馬拉糕啊！喂，試一試先啦。好味道，一定要必點呢個馬拉糕，因為佢咧香而不膩啊 ，Q 彈 Q 彈。依家香港有推車嘅早茶真係好少見㗎啦，所以喺呢度啦睇到裝住熱氣騰騰嘅包點穿梭於食客之間嘅推車，感到零舍親切。大榮華酒樓唔單止保留住老香港嘅味道啊，亦都承傳住香港質樸務實嘅文化。依家大榮華酒樓有食神肥韜助陣，唔少菜式啊都融合創新，吸引咗好多明星嚟呢度打卡㗎。嚟到香港元朗啊，記住除咗血拼之餘咧，要嚟下我哋呢啲老港式酒樓，感受下我哋香港人昔日嘅情懷啊！